大家好，今日又嚟啦，平平無奇的房啊，灣區平平無奇的房，我相信大家大老細都體驗咗啦，係嘛？金沙湖，就咁咯。對面就係中洲啊，呢個金沙湖，大家都睇得好厭啦，唉。呢個廳咧就細路哥踢下波啊，打下波都得啦，好嘛？哇，咁高檔嘅嘢，唉，大家都嘆過啦，係嘛？唔知係咪拉菲定係拉柴，唔知咩牌子，大家都嘆過啦，平平無奇，10個人嘅台啊，10個兄弟或者10個姊妹喺度攤下，一啲問題都冇啊！仲有呢個廚房，哇，都係 L 型廚房，好大啊 ！BBQ 都得啦，係嘛？識唔識玩啊？啊，睇下呢邊，私人 lift 喎。啊！你個傭人，你叫佢落去買包煙啊，或者叫你兄弟幫你攞個頭之類都冇問題啊！係乾濕分呢個正常啊！空位到呢個，哇！呢個主人房嚟嘅喎，要入去睇下。呢個主人房景就掂咯，都係金沙湖。啊，仲有一套衛生間，仲有個浴缸，喺度沖住涼，睇住呢個湖都幾好啊！有幾個釣魚佬喺度釣魚，仲有個房，兩個客房，叫兩個兄弟喺度打通宵都 OK 嘅。仲有一個套間，你阿爸阿媽過嚟住都冇問題啦，係嘛？一共5個房，270，哇，尊貴哦！就係咁，平平無奇。OK。